第二種真係要試下生酮飲食嘅朋友咧，就係胰島素抵抗啦，或者已經變到係二型糖尿病，甚至乎係合併肥胖嘅人士啦。咁生酮對於佢哋嘅好處咧，就係可以快速控制糖分同埋減重。生酮飲食咧就係透過限制碳水啦，一般嚟講咧就係少過50g 一日嘅碳水啦。咁因為少咗碳水化合物，血糖咧就唔會上上落落，可以降低餐後嘅血糖高峰值，可以喺短期內咧將 HbA1c 即係糖化血色素啦下降1.5%。比起傳統低脂嘅飲食咧，係有效好多㗎。咁生酮飲食咧，亦都可以幫佢哋改善胰島素嘅敏感性啦，從而咧係阻斷咗肥胖同埋胰島素阻抗嘅惡性循環啦。之前啲片咧都講過好多次㗎啦。簡單啲嚟講啦，胰島素就係負責將血入邊太多嘅糖，血管都唔想有咁多糖，就將佢㧬去啲細胞度咯，塞入啲細胞度。但係慢慢塞下啲細胞，我都唔想咁多糖分啊，冇益啊，就會即使有胰島素出嚟，佢哋都唔聽話。呢個時候就叫做胰島素阻抗啦。於是乎就需要越嚟越多嘅胰島素先會可以㧬到啲糖分入細胞。呢個時候身體咧已經會有比正常人多於7倍嘅胰島素㗎啦，叫做胰島素阻抗。再去到下一步惡化就係咁多胰島素都冇用，都塞唔到啲糖分落細胞，血糖長期都高嘅時候，就係惡化到二型糖尿病啦。咁所以唔想惡化到二型糖尿病咧，就應該趁早喺胰島素阻抗啦，或者更早冇事冇講嘅時候咧，開始生酮飲食、低碳飲食，咁可以幫助大家改善胰島素嘅敏感性啦，降低餐後血糖波幅，減少胰島素分泌，直接緩解胰島素嘅抵抗㗎。咁我唔係話打針食藥冇用。當然有病緊急上嚟都要睇醫生啦，但係生酮飲食咧，絕對比起打針食藥咧，喺即係控制胰島素方面咧，係可以根本性咁解決咗個問題啦。